今日2025年12月15日，備受全球關注嘅黎智英案終於有咗裁決。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、李運騰同李素蘭啱啱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、危害國家安全罪，一項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，3項罪名全部成立。距離黎智英喺2020年除夕夜首次被還押，今日已經過咗接近18日。呢場審訊嘅結果，標誌住香港司法史上一個時代嘅轉折點。無論今日判刑有幾重，黎智英都已經服咗接近5年嘅刑期。呢1800多日嘅還押，正正反映咗喺國安法之下，香港普通法傳統經歷咗幾巨大嘅衝擊同改變。首先係保釋權嘅消失。喺普通法傳統，無罪推定係法例嘅核心，保釋係常態。但黎智英案確立咗國安法第42條嘅極高門檻。喺呢5年入面，因為法庭認為無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危害國安，就係咁，黎智英一直失去自由，係令到未審先囚成為咗國安案件嘅新常態，亦係黎智英健康惡化主因，在囚期間無法由自己醫生長期跟進有關。除咗失去自由，呢場審訊嘅模式亦徹底顛覆咗過去大眾對公平審訊嘅認知。大家見證咗陪審團嘅缺席。呢單最高刑罰可達終身監禁嘅案件，竟然冇依照普通法傳統設陪審團，而由特區政府指定嘅3名法官審理。官方理由係涉外因素呢4隻字，但係外界嚟睇，呢種做法令整個審訊缺少咗市民參與同監察，司法透明度備受國際質疑。更深遠嘅影響係律師選擇權被剝奪，由法院批准聘請 Tim Owen 嘅風波，到政府提請人大釋法，最終確立由特首決定律師資格。今日嘅裁決結果係喺被告無法聘請自己信任嘅律師情況下產生。呢次立下咗一個先例，行政權竟然可以介入司法程序，去決定被告可以用咩人嚟替自己辯護。今日嘅判決最關鍵嘅法理意義係在於法庭點樣定義咩叫串謀勾結。控方喺庭上引用咗大量黎智英過往嘅文章、訪問，甚至係同外國政要嘅會面作為證據。經過今日嘅裁決，實際上係劃出咗一條新紅線，將新聞自由同外交遊說嘅邊界大幅收窄。有法律分析認為，控方結合咗舊殖民時期嘅煽動罪邏輯，加上國安法嘅威力，將原本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嘅批評定性為犯罪行為。咁意味住未來香港傳媒，如果仲有嘅話，同埋公眾人物，如果喺外國平台上面發聲，風險將會幾何級數上升。呢單案好清楚咁顯示，香港司法體系已經由程序公義嘅英式普通法，轉向強調結果同埋以國安優先嘅模式為主調。今日黎智英案嘅判決，除咗係一個句號，亦係一個感嘆號。西方國家，例如英美呢啲國家，會視今日嘅結果為香港法治嘅倒退鐵證，而中港官方就只係強調呢種係依法辦事，維護國家嘅安全。但對於香港市民嚟講，經過今次嘅案件，今日嘅結果已經好明確咁話俾大家知，一國兩制下嘅司法環境已經由呢件案開始再翻唔到轉頭。